大家好啊！又到3月月人，3月係咪恭喜咧？新嘢喎，咩嚟㗎？什麼鬼？冇新嘢。呢個鋪都完嘅啦，咁應該有嘅都抽晒，其他啲都應該冇乜用。最後應該都換呢隻，換一隻返嚟咯。跟住而家係爭1、2、3、4、5嘢，而家抽多一下，跟住如果聽日一隻就係垃圾嘅話，就直接換搞掂。果然係垃圾，垃圾啊喂！好啦，就咁先啦。3月月人，希望快啲有新嘅合作出現啦〜